साथ ले जाओगे क्या?
以前参加长途对不对？没有，我们是直接办的叫现在他们办那个以前参加那种现在直接。那我这不是来我就是个。都真的去了这个。1米左右。以前只有二个人在那里。他们我为了一个讲那个。我在那个好的。跟你上个外援，就是他的外援就是外援是吧？对。像那个地方直接是一个卫生家庭的，从一个外家到好用啊，
말라 앵글로리고